4月30號生日嘅朋友，祝你生日快樂，身心靈健康。你係一個好開朗、好活潑、有少少孩子氣息嘅人嚟嘅，成個個性咧表裏好一致嘅。你愛恨同埋善惡都非常之分明，有時候會比較固執少少啦，唔係好識得變通。遇到一啲困難嘅時候咧，你有機會會講大話同埋推卸責任嘅喎，唔怕去面對呢一個嘅自己。我係咁噶啦，冇嘢啊。你個樣睇落去比同齡嘅朋友咧會後生少少嘅喎。喺感情方面咧，你好着重直覺同埋感受，有機會閃婚嘅。好怕寂寞，有少少細路仔，好中意咧呷醋嘅，同埋佔有欲好強。喺性格方面咧，要睇翻你其他對應嘅八字性格啦，有少少嘅極端，有機會咧你係對性身心抗拒，而有機會咧你會好 enjoy 性呢樣嘢嘅，咁係走向兩極嘅狀態。而財運方面咧，你會為你自己興趣而工作，你唔可以喺一啲規限好多啊嘅公司裏邊咧去做嘢嘅，就算賺到錢咧，你都好容易使咗佢㗎。咁所以如果理財方面你真係想好少少累積到財富嘅話咧，你需要揾一個信得過嘅人，或者係一啲真係識得理財嘅人咧，去幫你守財同埋將你嘅財富增值嘅。咁你嘅人生課題係啲咩呢？無論喺講嘢方面啊，或者係行為啊、處事方面咧，都可以負翻多少少嘅責任嘅。因為你有一種習慣，就係如果有咩事發生嘅時候咧，會怨人哋、怨天怨地咁樣嘅話咧，怨嘅力量咧會令到你自己都唔開心嘅。對自己所有言行負翻多少少嘅責任嘅話咧，你成個生命咧都會順暢同埋實在好多嘅。